連續命中。AMD 強勢爆升股篩選，5月21日至5月28日實戰記錄。5月21日系統首次命中 AMD， 當時股價約$300，時機評分9分。當晚即爆升，一個月已經升咗57%。5月26日再度上榜，系統持續選中 AMD， 股價一路向上。今日收市價$495.54，總升幅65%，300升到495。93%以上精準命中率，每星期5隻以上精選股，即時 Telegram 推送，晚上7點半準時發放。實戰記錄，真倉驗證，立即加入爆升 PM730 付費會員，獨家技術分析，時機評分，助你精準出擊。名額有限，立即行動。每日10隻精選股，準時 PM730 為你送上，請立即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